你看，会闻到那个农药味道呢。之前呢用那个无人机喷那个农药是对付福寿螺。你看那个刚插完秧啊，机器插秧，那秧苗那么幼小啊，那么嫩啊，最怕那个福寿螺把它吃掉了，吃掉都没有期望了，没有，这一季的就没有收成了，所以要对付那个福寿螺，避免那个把秧苗给吃掉。啊，人世间有多么多的无奈啊！过程很辛苦啊，灌溉整田啊，灌溉啦、把它弄平，要匀嘛，匀平。那机器插秧吼，以前很冷的，过年前就在插秧，或者过年后都，澳洲还有超级寒流，很冷还要插秧，脚都要泡到水里面了，好几个小时插秧很辛苦。然后以后还要除草的，还要爬在里面那个除草的，抓那个小的草，或者是把它按到土里面，让它烂掉了。现在用无人机来喷农药，啊，没有这样照顾秧苗，没有办法长大，没有办法成熟，没有办法有稻穗，没有办法有稻谷采收的，没有办法有米，然后可以煮来吃的，得来不易啊！